最近天气好，婚林的菜色大出，所有地区产地价少又袂起来，连续3个月平均的菜价拢无到20块。亲像小白菜、汤匙仔菜和油菜，1公斤是6到剩无10块。尾班阁袂好，都有农民规气甲规区田拢芳掉。一大片青翠油菜原本要收成啊，但农民所决定甲规区田拢芳掉。即阵啊，因为天气真稳定，婚林的菜色大出，地区即马1公斤的价少是剩无到10块。菜都非常的低迷啦，菜价拢10块钱以下，所以讲吼，付工资都无够，所以讲农民吼，无度有采收。你若做嘛是袂好，嘛是做袂完。嘛是拢了钱啊，所以不如就放掉安尼。在地农民表示，往年的菜价若是落较低，农业股一阵仔会阁起转来。不过今年整体的菜价是已经连续3、4个月，拢落到平均1公斤无到20块，因拢是了本咧种。2价2文半，都按3万块的成本带下，放掉我嘛无法度啊，都做也毋是，唔做也毋是啊，都成本落落啊，毋知会。我摆介久伊饲肥啦吼，全药啦吼，对种植方面，渐渐拢行入农业科技方面去，大家拢种了真好，收成拢袂歹，因为收成袂歹，伊即个价少，大家普遍拢收了真好，价少就较低卖啦。西螺果菜市场表示，最近的菜色供应稳定，市场逐天的交易量大约是1000吨，整体的菜价平均1公斤是18块到20块。不过，亲像小白菜、汤匙仔菜、甲油菜等等，拢因为量较济，价少败到剩无10块，恐惊就要等到雨季，才有机会甲产地价少阁救起来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